本人斗六市农会树建会教导小朋友，把柚仔皮回收再利用，做洗碗精，做地壳杀蚊，嘛就这个机会，让学生来认捌在地农产。这学生囡仔对老师将柚仔皮看甲写落来，讲要做洗碗精。即马大家拢知影讲，柚仔除了会使食以外，伊的皮嘛有其他的功用。我们要做柚子的洗碗精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干嘛？在切柚子皮，酒精或清水，然后放进去，打它一下下，它的水会变色。斗六市农会树建会伫今年特别甲保障各校合作，以在地农产文旦为主题，伫学校成立柚仔四宝的作业组以及废弃物利用的作业组，和学生用柚仔做出各种的加工产品。柚子外皮可以制作成柚子萃取液，然后就可以制作成柚子防蚊液跟柚子清洁剂。这个囡仔透过双手哪做哪学，和学习变加加正心性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